咱继续来关心新竹练金马教练虐待囡仔这案，即麦佫查到讲，佫有另外一个教练冒涉案。目前这3个人拢向羁押禁见，因为这其中一个教练私底下佫有咧开凉水店，暂时去互民众当私刑，并道供店。警方目前已经接到报案，当咧抓人。 饮料店桶的玻璃碎糊糊、柜涂骹，警方赶紧由封锁线。这代志发生伫12暗时，疑似民众因为不满饮料店的负责人就是牵涉虐待囡仔案件涉业的健身教练，发动对店头施行正义，供店来泄愤，互附近居民是真惊吓。 是玻璃被砸掉吗？还是？对，就乒乒乓乓、乒乓很久哦，好几分钟，4、5分钟。虐童案真的，这就不是小事情了啦。现锁定涉案车辆，全力进行追缉。本分局在此呼吁，施行正义并非实质的正义。 检警调查发现，新北地帮2个涉业的健身房教练涉嫌凌迟同时未满6岁2个囡仔，造成囡仔全身刺伤甲乌青。根据常常去饮料店人客表示，伫店内常常看到查甫囡仔被拍甲真凄惨。原本就是家长咧管教囡仔，想要到动手的根本毋是爸爸。尽管基金会也呼吁，若发现囡仔有疑似受虐待情形，拢应该马上通报。 针对孩子如果受虐或是不当对待的时候呢，一定要及早的通报邻里长或者是我们的社政单位，及早的呢把这些孩子救出来，让我们的社政单位跟政府能够及时的介入。 检警查扣2个涉业教练手机的时阵，发现更较残忍的犯案手段甲过程，而且同一个健身房的涉警的教练也涉案，所以12将涉警的教练羁押禁见。检警由员继续在追查，是毋是还有其他人牵涉虐待囡仔事件？记者综合报道。